世界萬航台攏佇咱台灣新簡介。觀眾朋友，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黃平仁。前幾天，你敢有看到這條新聞？川普派人去甲一個國家的總統，甲掠轉去因美國，親門大戶掠你總統做罪犯。國際法律敢通如此閣這般？人講你川普安尼，中國嘛通好安尼對台灣。講是一語堂堂，咱就愛就事論事，問專家，敢有遮簡單？今仔日4位專家學者到底來討論。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蘇顏彬，主持人，大家好。那麼第二位中央研究院歐美所研究員林正義，大家平安。那麼第三位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所兼任副教授辛明徹，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四位是資深媒體人廖林麗玲，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安，大家好。那麼繼續，咱就來看美國司法部以毒品、恐怖主義、陰謀罪等等4項罪名來起訴 Venezuela 的前總統馬杜羅。那麼上嚴重會判到終身監禁。美當的時間1月初5中晝，伊互帶去到紐約 Manhattan 南區的聯邦地區法院，頭一擺出庭，伊是無認罪。強調講，伊是一個正派的人，猶原是 Venezuela 的總統。在相機內底是馬杜羅翁仔某，因對紐約布魯克林的大都會拘留中心進入曼哈頓。馬杜羅甲伊的看守穿加甲發的卡其色套裝，感覺色的鞋仔、雙腳攏磕開，閣來互轉押去裝甲車送去法院。這個路上警方設下真濟路障。法院附近的重要區域也禁止行人通行。高度戒備的議案，就是為着未來隨來的前總統馬杜羅頭一屆的審判。主審的法官是即馬92歲海利斯坦，專門審恐怖主義、甲國安等等重大案件。根據美國司法部起訴書，馬杜羅過去25年濫收利用公職、嚴重貪污，並且走私大量的毒品去美國，主要是毒品、恐怖主義、陰謀罪等4項罪名。伊的看守嘛要面對走私陰謀罪等等儕項罪名。不過馬杜羅甲伊的看守不得律師攏佇法庭堅持家己無罪。馬杜羅閣講家己猶原是未來隨來的總統。Typically, the head of state can't be prosecuted. Now, an important caveat is it has to be the head of state as recognized by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法庭上，馬杜羅翁仔某攏表示家己是互綁票來的。馬杜羅做大量的筆記，不得律師是要求做醫療檢查，因為美軍掠人的時，伊的鼻仔骨可能有骨折，或者是嚴重的烏青。規個審判大約8點鐘，後一場聆訊是3月17。I don't think there's a deal to be had in this case, especially with respect to Maduro, given how defiant he was in court today and the fact that any plea would effectively be a life sentence in federal prison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針對川普這場跨境的軍事行動，掠別國的元首，敢有違反國際法，還是聯合國憲章？美國的法律專家表示，按算司法部會提出的觀點是，美國對任何將毒品輸入美國境內的人，攏有司法的管轄權，無論伊敢有美國籍。然而，馬杜羅的律師普拉克捌擔任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松奇的律師，伊講會提出大量的文件應對法律的挑戰。一般料準講，馬杜羅可能會以外國元首有刑事豁免權做理由，要求撤銷對伊的指控。There's case law going back to the 1800s where the Supreme Court said even if someone is unlawfully kidnapped and brought to the United States, as long as the underlying indictment is valid and there's evidence to move forward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affect the criminal prosecutions. 因為為了防止非法的資產外流，瑞士聯邦委員會也發布聲明表示，已經凍結馬杜羅佇瑞士境內所有資產，並且即時生效，有效期間是4年。公司新聞洪如梅編譯。其實這條新聞已經進行了3天至4天左右，哈。討論也真濟，網絡頂頭也真濟，那麼真濟觀眾朋友，就算講你過去唔捌知影講這個國家，你嘛看過選美，哦，得頭名的攏是 Venezuela 安尼。這小等才來請教老師，是安怎人伊的選美遮厲害？不過這唔是正題，這正題要讓大家來了解講，這個國家是安怎出現一個這樣的人物？其實啦，伊進前啊，個叫 Chavez，哦。
這是叫做代代相傳吼，算作極權的溫床。咱來看伊這大部分的情形啦吼，伊招搖吼，伊自尊量是世界第一，金礦、拉丁美洲第一，世界第四，這足有錢的啦。會使講吼，咱咧講咧坐在金山頂頭的散客人，哪會變做這個模樣？而且吼，伊本來招搖吼，管理不善啦，佮貪污啦、污洗啦，而產量變做100萬桶。哦，20年前啊，佫300萬桶，變做中國啊，甲援助啊，簽120億的人民幣，啊，講半年了，即馬佫剩啊，佫調調啊，佫60億，啊，佫佇遐。我要先請教蘇老師吼，蘇老師是即個拉丁美洲的專家啦吼。老師，你甲咱講，是安怎即個國家會變做如此這般？幾個原因啦吼，第一個就是因為伊之前其實是一個民主國家哦，為差不多1950年代吼到你會使講恰維斯上台進前吼，其實是一個足穩定的兩黨輪流執政的一個國家啦吼。啊，到1993年的時陣吼，是第三黨吼，著起來啊，但是迄當陣恰維斯還未起來。恰維斯是佇1998年吼選舉選贏當選總統吼啊，但是迄當陣伊還未遐爾啊吼，就是獨裁吼啊遐迄當陣的時陣，其實猶原也是一個民主國家啦吼啊。為什麼吼？伊為差不多1998年吼到差不多2013年吼即個中間是發生什麼代誌吼？其實就是因的迄個經濟政策吼就是完全就是按迄個社會主義誒即個路線吼去做吼但是迄毋是完全是社會主義吼，伊佇豆豆變吼伊嘛是迄當陣就是愛想要做一個 leader 吼就是伫拉丁美洲要做老大，對，無毋對，要做老大吼，所以伊就提供遮個石油吼，互古巴吼互遮個加勒比海遮個國家啦吼就用石油去交朋友。對，嘿但是迄毋是干那安尼爾吼，佇國內吼伊就是完全攏是甲規個迄個資源吼，攏是來發展遮個石油的產業吼伊其實吼，迄當陣吼有一個我會記哩頭一擺看到一個報告吼，我看做行一個吼，就是迄當陣吼，因的迄個農業吼，其實是攏變做吼無啊吼，因為完全就是靠政府，進口，對，完全攏無農業無，這聽起來是還是做奇怪吼但是伊當陣就是安尼啊，因為完全因攏是靠石油吼攏補貼吼政府吼，互人民吼做儕福利的，攏是安尼。阮迄陣就動創吼，佮要移民去委內瑞拉，講遐查某人個水吼，來去遐足好安尼。對但是恰維斯的一個路線就是完全甲進前政府攏無共，吼，因為伊就是完全攏是用石油，對外交朋友對內嘛是完全攏是靠石油的這個產業。盡量開，盡量合安尼。對，所以你會當想嘛吼按這種狀況規個國家的這個產業就完全攏是靠石油吼，安尼無健康。有一種說法吼，因為我看冊頂頭寫個石油陷阱啊。比如你這個國家吼，所有物件石油，連食物嘛是用石油做，就無效去。對，就無。要安怎講無平衡啦吼，所以變做講，若是講石油的迄個價格若是有一個足大的一個波動吼，這個國家你就真麻煩啦，所以講恰維斯是佇2013年吼過身去吼，但差不多佇2015年、2016年吼，就是迄個馬杜羅上台，接班了後無幾年吼，一規個迄個石油的價格吼落來，大落去，對
對委內瑞拉一個發展吼產生足大的影響吼，所以迄個通貨膨脹足嚴重的，嘿啊，差不多有人嘛是有足儕迄個非政府組織吼，啊有足儕報告吼，攏是差不多佇COVID 進前啦吼，差不多2017年、2018年吼，尤其是迄當陣迄個抗疫足嚴重的吼啊。迄個政府哦，就是攏用鎮壓，對鎮壓吧，嘿迄當陣迄個經濟實在是有夠歹吼，迄個通貨膨脹攏是幾萬安尼吼，這實在是無法度通想，做嚴重啊，所以迄當陣就是受到石油的價格迄個波動做嚴重的吼，啊，過來就是迄個經濟迄個政策吼，嘛是就是完全攏是為迄個社會主義在原則去做的吼，所以攏無啥物彈性安尼，嘿。是，這就是委內瑞拉吼伊的命運啦吼。不過小等啊，還佫真濟問題要來請教蘇老師。我要先請教林老師吼。講到底，大家即擺咧爭論的就是講，你川普敢會使安尼？吼，川普講無喏，我是先甲起訴，吼，伊是犯了阮的司法罪。唔是我軍事行動哦，我派人嘛是這個警察咯，哦，安尼敢對？這個白宮哈有介重要，這個國務卿啊哈，這個國務卿伊本身是這個古巴後裔啊哈，所以有足儕人就是講，伊安怎講啊哈，伊講這個唔是戰爭啊，吼，唔是侵略啊，吼，差不多2點鐘久。原來無美國的部隊，即馬抑閣以這個委內瑞拉，吼，所以這個有足大的區別啦，吼。咱知影這個1990年，這個巴拿馬，吼，這個諾瑞加，這個是軍隊，這個老布希是軍隊入去，這完全無共款，吼。所以會使講就是講這個川普啊，吼，伊所做的。以頂禮拜六，咱看見這個美國的這個《紐約時報》，是譴責、反對，但是這個《華盛頓郵報》是支持這個川普，這樣成功一個軍事的行動，互大家閣想到今年的6月，伊派這個轟炸機去轟炸這個伊朗這個核設施，所以就是講這個有點仔無共款啦，會使講雖然講原來有軍事的行動，有戰機、有戰艦，不過原來有足儕的是講伊鎖定的對象，甲這個馬杜羅這個總統甲伊的夫人，而且是足成功，無另外無傷害無辜啦，另外完全都無美國人的性命，有受傷啊，但是無來拍算去。所以，老師，你認為在司法上、在法理上、在國際法上，無問題？有爭論啦，有爭論。因為咱睇看這新聞台內面吼，這律師也講吼，阮19世紀吼，阮有這種前例啊啦吼，你抓來我就是我安怎處理？我就無承認你已經是總統啊，你這個總統是非法的，吼。因為我也找真濟文字的資料啦，伊去用揭穿吼，伊咧販毒啦，安怎呢？迄嘛毋是，連迄個巴西的總統盧拉講，即所謂歹德魯啊，吼安尼講，安尼大家講你歹，就是當甲抓嘛。當然就是講包括是即個物件毒品啦，即個石油，美國嘅石油公司。以這個委內瑞拉，因為這個國有化，叫霸佔去，原來有足濟這個一寡這個利益啊，美國石油的利益，以這個國有化內底，這一種的考慮。另外一點就是講，川普其實和馬杜羅有足濟機會，伊差不多一禮拜前，一個敲電話，敲伊，就是講。你是不是會當來主動的落台？來當片面，我咧想啊，伊一定會安尼講嘛，會當片面。我以前講嘛，變成 come for me，來哦，來找我。但是講川普對委內瑞拉有意見，
並不是講第二任，伊差不多第一任的這陣，2017年、2018年，就講足者，即陣就是講侵略啊，派軍隊，啊，但是伊四周圍的人都是反對，但是即屆是完全無共款，吼，就是講，會再講一個足成功的軍事的行動。時機條件攏夠啊啦吼，但是我要請教辛老師吼，時機條件大家討論得真濟啦吼，講吼，先該用電子作戰，互你安尼即個 radar 頂頭攏大蒙霧，吼，啊攏啥無，但是吼，聽講是連伊通常時帶啥物狗去倒位去看狗去便所去外口穿啥物衫，幾點幾分，這情報。即無迄個反感，無即第五縱隊，這是無法度的吧？當然咯，咱看到講伊的參謀首長聯席會主席佇記者會時陣吼，伊講了足清楚的。第一個就是講伊注意足久啊，啊就比即個作戰的行動已經足久啊。拄仔講到講2017年、18年，其實迄個時陣美國有策劃一個政變，蓬佩奧有策劃一個政變，啊委內瑞拉有一個人要配合，後來迄個人改變主意。後來就失敗啊！咱看到講美軍吼，佇以早足儕行動，甲這共款。第一個就是講，譬如講抓賓拉登啊，毋過賓拉登迄是反恐戰爭，已經是戰爭，所以軍事行為是無問題。無人有意見。伊用海豹部隊啊，咱知影伊要抓海山啊，伊抓海山呢，迄個時陣較艱苦吼，先派部隊安尼，大刀拍到巴格達個倆海山啊，迄個時陣嘛是軍事行動。啊，毋過即個是較特殊，就是講第一個就是講川普先簽一個命令，講毒品是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啊，後來伊就講伊是毒品恐怖主義，這重要誒。這新名詞呢吼。對，這對啊。證明講這是執法行動。哈，我掠一個罪犯，我毋是掠一個總統。哈，啊，咱看到講，你拄仔講到講吼，伊即個敢有迄個 CIA 中央情報局底下滲透提供這個情報，這一定是有啦吼。啊，毋過網絡嘛有講，俄羅斯嘛有提供這個情報啦吼，講有一個軍事顧問有提供情報，毋知影真係假啦吼。啊，毋過若無這個情報吼，美國是足歹執行這個行動。咱知影拄仔開始的時陣，美國派福特號的航空母艦，佮足儕軍艦，啊，佮佇千里達托巴科群島有一個軍事基地，所以委內瑞拉以為講，可能是迄個巴格達模式，還是伊拉克模式啊？就是講派這個陸艦隊登陸啊，到首都較掠這個馬杜羅。啊，毋過其實美國頂屆林老師講過，頂屆佇伊朗這個經驗哦，是對美軍來講是足重要的，因為這個參謀首長聯席會主席伊是空軍呢。伊就足相信這個空中打擊的力量，還有秘密滲透的行動是足重要。因為你這個行動，你袂使互委內瑞拉你明明有人死去，嘿，你若飛彈安尼烏白蹦吼，安尼死足多人吼，你這個行動就歹啊，哦，所以咱看到講，除了這個情報，閣愛訓練，因為咱看到講150架飛行機，吼，啊，差不多5-6架的迄軍艦，佮加上福特號，閣有硫磺島號的兩棲登陸艦啊，迄個頂管攏有迄個F-35、F-18就係飛行機的吼。你安怎整合？第一階段就是講愛派這個 F-35、F-18這個電戰機先將迄個雷達啊，攏互看無去，拍無去，攏看到白白啊，啥貨攏看袂到，嘛聽無迄個飛行機的聲音，上最初是安尼，啊後來就派這個直升機有阿帕奇的直升機，佮有 AH-1Z， 迄是陸艦隊的直升機，吼，啊，甲因呢防空飛彈攏互拍落來，啊拍了後，你看這一段一段，啊拍了後，伊的特戰部隊，伊的 Delta 用直升機直接去伊的營區啦，迄個時陣馬杜羅是住營區內底，入去營區無到3點鐘，人掠就走，哦，這個行動是我感覺。是一個 paradigm， 是一個典範啊！足儕國家可能想講，中國敢會做會到這款行動啊？咱嘛想講咱的特戰部隊敢會做會到這款的較有效的行動，可能會檢討啦。啊，毋過美軍這屆行動就像甲全世界展示講，安怎是一個完整的特戰行動。這吼
我甲觀眾朋友特別說明吼，阮唔是贊成還是否定講伊即個行動，咱只是要來了解講，這對咱台灣有啥物意義。我繼續要請教吼麗玲吼，因為你做國際新聞足濟，你知影講美國這入侵其他的國家，這唔是頭一擺，吼，咱講入侵啦吼，那有的是程度無共款。你認為這擺有啥物特殊的所在？除了科技進步，啊，還有通啊外科手術，吼，主處兩個捏起來，敢若咱以前看布袋戲的糞掃捏掉，安尼。而且吼，佮送的時陣，伊佫毋是直接送去本土，佫送去到 Caribbean 一個艦隊頂頭。佫問一下，啊，先等頭前先看下你的貨架是毋是你本人？佫離去啊，這軍艦頂頭，佫問下是去送去本土。你認為這有啥物不同？是我。首先就是講，甲即個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來分享一下，就是我即幾工整理即個國際新聞吼，就是各國國際媒體吼。其實我感覺大家吼對即邊即個事件吼，真微妙的一個觀察，就是講吼，這邊的不管是像大林老師有講，《華盛頓郵報》跟《New York Times》無共款的立場吼。然後呢，歐洲的媒體加即個美國的媒體，嘛有真無共款的看法吼。我小馬較真厲害咧。嘿，是。啊，所以就是講吼，我感覺咱頭一個會當關心的，就是講，這個媒體吼，伊其實吼，不只是你關心講，今仔日委內瑞拉啦發生這個代誌吼，到底是講這個影響當然是全球性的。不過因特別吼有提一點，我感覺特別值得分享的，就是講對咱台灣的這個影響。吼，比如講吼，我感覺有真濟歐洲重量級的媒體吼，已經提醒講吼，這邊吼美國對委內瑞拉這個行動吼，勢必就是講，咱會當想象吼，在這個近期內底吼，美國會花很多的時間，伊的資源會放到這部分，會放到委內瑞拉家。啊，所以另外一方面吼，美國伊即馬閣有偌濟的這個時間、資源加這個心情，一旦說發生其他的國際事件的時候，吼，有偌濟這個資源會當投入家，所以呢，真濟國際媒體就咧提醒咱台灣講，一旦吼中國即馬是講趁這個空檔吼，也是對咱台灣採取什麼款的行動的時陣吼，咱台灣是毋是有這個足夠的這個警覺？吼啊，而且就是講，到底講美國伊會當應付偌濟國際的這個戰場，今仔日閣有。俄羅斯對烏克蘭，是，還有咱中國，也是講對咱台灣這個野心，也是有一寡行動的話，這個時陣美國當然咱看到講，大主頭前幾位老師攏有講到，伊的軍事行動，那當然像大主這幾位老師講，攏是 perfect， 攏是做精準的吼。不過就是講，我感覺伊這邊的這個風險，吼，一般來看還是很曖昧，還是風險很大的。所以一方面就是講，咱看到，其實這邊看到足濟國際媒體對咱台灣有足濟這個提醒，提醒。啊，另外就是講，除此之外，大家也在檢驗講，到底美國伊即馬有辦法，伊即馬除了委內瑞拉之外，伊有辦法共一個時間應對偌濟這個戰爭甲戰場。這兩面是我感覺講，我這兩天看國際媒體的這個一寡較特別的提測安尼嘿。是啊，但是蘇老師吼，你甲看，即馬目前吼。因為我實際上有去看人因委內瑞拉的這個媒體吼，賣差不多一半，贊成的嘛有一半，吼啊街頭吼嘛有人嘛反對哦，嘛有人出來反對哦。即擺目前因國內的這個情形是啥物？看起來講這個副總統看起來有較乖一點嘛，但是敢有遮簡單？無遐簡單吼，因為即擺因為我是有。熟悉一寡委內瑞拉朋友，但是無濟啦吼，攏是其實因攏是佇即馬攏是佇美國，因全家攏也是佇委內瑞拉吼，就我甲因問啦吼，即馬就是其實是甲平常時攏無啥物無共款哦，其實是真平靜，真平靜吼但是就是講因為。你看啦吼，這馬杜羅吼，伊統治委內瑞拉吼10幾年吼，迄毋是干那攏是用鎮壓的手段吼，其實嘛是有一寡別的手段吼，會當互一寡人吼會當享受利益吼，所以
遮的人吼，可能嘛是至少嘛是有20-30%，應該是有。哇！嘿，因就是其實若是攏是住迄個社會即個社會住宅吼，也是講因就是有特權吼，會當摕較摕個資源，對，較簡單吼，會當摕個資源，也是講食的物件啦吼，遮利益吼，所以嘛是有。較適中的嘛是至少嘛是有20-30%吼，上麻煩就是講遮20-30%內面吼嘛是有遮個黑道的，嘛有黑道，嘛是有黑道的，所以講即馬遮個黑道吼，我看是毋知要安怎吼，因為因嘛是咧看對，無因即馬嘛是愛看方向嘛吼，看。遮個軍隊吼，國防部遮個伊個立場是啥物吼？因嘛是愛配合，但是即馬就是講，因為老大已經互人掠起來吼，對因來講，其實遮未來吼，遮敢會當繼續摕遮個好處吼，這就嘛是攏無啥物確定。因為根據我所知，馬杜羅頂一擺的選舉，其實伊是輸的嘛。是啊。伊輸的，伊就直接甲沒收起來。對。伊反對黨其實嘛真強咯，即馬反對黨的態度是啥物？無即馬就真麻煩咯，因為攏是佇選舉的時陣，反對黨的遮個陣營吼做有力的，但是選舉刷，就大家攏刷去啦。嘿，你嘛看去年吼，2025年吼，因的國會選舉吼，其實要差不多90%的遮個議員吼，攏是執政黨的，所以。你反對黨才一成爾，吼，其實攏無啥物，攏無力，吼。佇即種狀況吼，其實是真麻煩。若是講為馬杜羅的這個角度來看，就是好來，阮每5年，吼，咱大家來一個 party， 吼，大家大選，其實唔管結果是如何，攏是我贏。互大家來動員一下。老師，你會當甲咱解說講，因到底是啥物社會結果？譬如講，伊無中產階級，大家都無共惡，離個階層攏是因這統治集團。伊這自早以來就是安尼，就是親像美國所種下的這個 Republic of Banana 是金蕉共和國的這個效果。是安尼嗎？毋是咧，因為這就要分恰未上台進前還是上台了後啦吼。因為因上台進前的時陣是兩個政黨咧輪流執政吼。迄當陣因的經濟吼無遐爾啊，我石油的產業吼，這是較正常的。但是恰未上台了後，就完全攏是我石油的產業規個經濟體制啊，是講政策攏變啊足無正常的所以你講中產迄個中產階級有做大有但是就是變做攏無啥正常，大家攏是無啥正常，係攏是為着迄個石油產業咧食頭路嘛，所以佇即種狀況之下，你就看到講像我拄則講的，若是講迄個石油的繼續安尼起落，你就規個國家的這個經濟，你就受足大影響的嘛。這種狀況已經差不多要20-30年啊。所以這嘛是一個足大一個問題啦吼。其實馬杜羅互美國掠去哦，這過來這個挑戰哦，真大咧，毋是講安尼就煞是，老師。林老師吼，因為美國人介入着他國的政治，這嘛毋是頭一屆，明的暗的吼。大部分去舞着吼，我所統計吼，攏毋是講介好啦，吼，有的攏是安尼淒慘落片。Venezuela 伊即擺，伊無直接講，我就是介入，我也是互你家己用，因為有評估過，因為我讀過一寡報告，有評估過。因即擺是算盤是安怎跌的？川普就講啊，吼，伊安尼講啊，吼，講對這個委內瑞拉，吼，
伊要來亂就是種，毋是統治啊，吼，毋是統治，但是伊要來，咱種是一寡幕後一寡操縱啊，吼，來操縱這個委內瑞拉個未來政治安那來穩定經濟，會當慢慢來恢復，吼。但是這個毋是講足簡單，吼。所以川普因為有講到，講伊若要排除第二屆的軍事的行動，吼。咱知影就是講，這個委內瑞拉原來有這個哥倫比亞，吼，支持一寡這個軍事的集團甲行動，吼。你看這個馬杜羅，伊四邊的人安全人員都是這古巴，吼。所以就是講，美國安那做，就是講川普。伊第一個要點嘛，就是講軍事的行動一定愛成功。伊即個伊朗甲即個委內瑞拉，伊都有證明，吼袂使有即個足長，咱要無法度指煞一寡一寡刑事的行動，吼即個是完全愛片面，吼但是要安那來插入即個委內瑞拉的政治甲經濟，這是足大。這個條件，謝老師哈，我聽這個 Rubio 哈，伊咧回答媒體，伊講吼，我唔是專門為着這個石油啦，我坦白講吼，這是為着中國甲羅西亞，我切斷吼，伊甲中國甲羅西亞的這個關係吼，我才有通吼安心。說來這當然小咱麗玲也這樣講一下，過去啊叫 Marrow。叫做門羅主義啦，基本上叫做 Down-road 主義啦，吼，就是 Donald Trump 這個 Down-road 主義。謝老師，你安怎看講伊甲中國、甲羅西亞的這個關係？基本上，中國的特殊特賽，佫佇首都內面呢，佫唔知要安怎呢？謝老師，當然，咱知影門羅主義當初是講賣互歐洲的這個大國伊的勢力入來拉美，講拉美是我美國的，吼，你歐洲的這國家。除非講，這個國家是你當初的殖民地，吼，你要插會使，啊，毋過其他無法度，袂使。啊，毋過即馬川普，即馬即個啥唐羅主義啊，伊嘛是講，像伊的國家戰略報告內底嘛是講，伊第一個優先的就是西半球戰略，西半球戰略就是講拉美國家，所以伊對美國的安全。安怎主導拉丁美洲發展，伊是足重視的。毋過即馬拉美國家就是講，前幾年有左派的潮流，這左派潮流有的社會主義，有的變獨裁者，對美國來講影響足大。所以第一個就是講，安怎互拉丁美洲變做一個安全的，別個國家勢力無法度入來，美國無啥物國家安全的威脅。這第一個。第二個就是講。川普伊是商人無錢的代志，伊可能較袂曉做當然嘛愛注重講這個石油利益。當初這個石油是美國的，伊要甲討轉來。這個石油利益佮甲你講的迄個地緣政治是合作伙，因為中國甲委內瑞拉買足多石油的。買足俗的。嘿，買足俗的。甲這個石油甲凍掉，嘛會使。影響中國的經濟發展，川普已經禁止中國甲羅西亞買石油，那羅西亞無愛互伊石油，委內瑞拉石油佫無法度去中國，我想講對中國一定足大影響。當然咯，第三就是講，川普可能要展示講，你看阮美國軍隊偌厲害的，我要做啥就做啥，我講會到就做會到，你這國家你較細膩的，可能嘛有這款的。展示伊的權力伊的權威作用，所以這是新一代的這個 Down-road 主義啦，吼。麗玲，你安怎看這個 Down-road 主義？因為這個世代經過遮久啊，吼，伊個再次來展示講，這就是我的。但是實際上，拉丁美洲要安尼做甲規個清氣溜溜，我看是真有困難哦。是無毋對。一方面是吼，雖然講咱攏知影講即個Trump 吼，伊對即個委內瑞拉石油當然是真有興趣吼。毋過一般即個石油專家攏有分析吼，其實
Venezuela 也油足特別哈，有一個專有名詞叫做操縱植油，是啊，就是講伊足歹去開採跟提煉，愛吼開足濟錢的。所以呢，川普第一時間的記者會，伊家己嘛有講，因愛開足濟錢吼，佇這個基礎的這個建設上面。啊無因為這幾年、10幾年吼，20年來，這石油的基礎的建設吼，已經損害了足濟啊。所以伊家己嘛承認講，伊愛開足濟錢。好啊，再來就是講，咱大家講，伊這。Venezuela 的石油真特別，叫做超重質油，吼，這開採提煉攏足困難。第三個就是講，咱看到即賣石油市場現在就是做歹，即係每桶差不多60美金左右，所以人的投資的意願嘛，毋是足懸的。所以一般來看吼，川普伊想要為石油摕到利益吼，這可能短期之內可能吼嘛是夠足困難的啦。嘿，啊，另外我想要補充一點，就是我感覺這幾天看這個國際新聞甲各國的反應吼，我感覺真有意思，就是講咱看迄拉丁美洲本身吼，這個Venezuela伊邊啊這個國家，什麼哥倫比亞、巴西啦吼，這攏是吼譴責吼，強烈譴責美國吼。不過咱看到一個國家吼，阿根廷吼，伊是支持美國的做法，歡迎美國的做法。啊，咱看歐盟吼，歐洲的反應嘛是實在是吼，這個真曖昧啦，就是講歐盟這龍頭國家，咱看德國甲法國呢，雖然講咧講較清楚一寡，講吼因外交部講，美國你這個行動吼有違反國際法咯。不過咱看德國吼，另外一個歐盟的龍頭國家，伊安怎講？伊到今仔日講吼，啊，這個美國的這個行動看起來吼，這個問題真複雜啦吼，叫因國內媒體吼罵甲起來是頭講，請問總理，你這足複雜這款話，萬一有一天，伊就安尼講，萬一有一天中國吼也是來攻擊台灣，你是不是嘛干安尼講爾？講哦，這個代誌足複雜的吼，因為呢，伊就是想要淡化，啊，毋過呢，哦，代誌佫較複雜。啊，咱看歐盟的聯合聲明嘛是，吼講愛尊重國際法，吼啊，總的講來就是一句話，歐盟吼甲德國這主要的國家，吼這國家因無願意得罪。這個川普無願意得罪這個美國，啊，咱知影今仔日吼1月7日，今仔日就是最重要的烏克蘭會談佇巴黎要進行，啊，咱知影這烏克蘭的問題一定愛美國的支持，無幾乎沒辦法解決。嘿，所以即馬就是講歐盟的態度為什麼這麼曖昧吼？啊，閣包括德國唔敢講你美國啊，這個行動吼有問題，也是講安怎吼，非常的保守，非常的含糊其辭吼。簡單來講就是呢，伊唔敢得罪德國，吼啊，主要就是這烏克蘭問題，尤其是今仔日佇巴黎登場的這個會議。啊，另外咱大家有講，就講拉丁美洲阿根廷，伊是支持這個美國的行動。啊嘛真趣味，就是講，因為即馬歐盟拄好佇甲這個阿根廷等南方市場提供幾寡這貿易協定。所以伊嘛不想要得罪阿根廷，所以這政治的因素、經濟因素，攏互這個國家，尤其這個歐洲這個主要的大國吼，表現甲遮爾曖昧、遮爾無清楚，唔敢。所以人咧講吼，已經要選這個時機啦。朱天雲豹臭糖加走，佮正月吹沙。迄頂擺諾瑞亞加去用掠嘛是正月吹沙。吼，真夠算日子。不過他在李寧他講着，講中國敢有通啊採取這個行動。共款對咱的元首，我要先請辛老師來講，夠有法度？這個模式吼，咱知影有幾個重點。第一個就是講，你敢有這個遮好的特戰部隊？咱知影中國吼，伊每一個集團軍攏有一個特戰旅，啊，伊的武警嘛有特戰旅，伊在反恐的時陣攏用遮個特戰部來用。啊，毋過咱知影中國無特戰直升機。啊，甲美國趕快迄個特戰直升機 MH-60這款特戰直升機，另外就是講要做這個行動，你要有一個前進基地。啊，為中國到台灣，會使做前進基地，可能是配額，爾。毋過伊若佔了配額，迄個時陣，就已經攏軍事行動啊。啊，毋過咱知影為2003年開始吼，迄個時陣台灣嘛足關心講，中國若對台灣做斬首行動、斬首行動，吼啊！台灣要安怎啊？迄個時陣就想講，總統佇總統府，還是佇恆指所，還是佇倒位，要安怎保護？安尼無法度，互伊用飛彈、巡弋飛彈攻擊。迄個時陣就想到這啦，啊，未想到講伊有特戰部隊，啊，毋過伊的特戰部隊能力是無親像美國共款，啊，毋過咱嘛愛想到講，可能嘛有第五縱隊。哦，伊嘛會使用第五縱隊。我是感覺中國即馬為 copy 美國的同款的行動是無即個能力。啊，毋過
伊若要斬首行動，炸得着啊，炸得着，因為斬首行動是影響足大的，你甲一個國家的總統抬掉，對別個國家、對美國、對區域的國家來講是足嚴重的代誌，伊嘛會思考，所以一方面伊即馬無即個能力，第二方面這影響足大的，毋過可能那兩岸若是戰爭的狀態的時陣，伊可能嘛會採取這用軍隊做斬首行動，毋過像美國這安尼吼，你要有理由，你要這個能力，你要有前進基地，另外區域國家要支持。我看伊迄個迄個韓國武艦到尾停喺遐停8、9個月呢。福特號哎，對啊，讓伊聽我停8、9個月啊，我看伊福建無敢有當停佇台灣海峽遐久。就我要請教吼林老師吼，因為即馬目前接手的即個副總統接到大總統，伊也開始會稱讚呢，講吼你若有安怎的吼，我就要甲你抓吼，我要逮捕支持美國軍事行動的即個群眾哦。但是美國也講哦，美國你若安尼，我要來代管 Venezuela， 若安尼，即個情勢是毋是變作更加複雜的？所以就是講川普，阮也對即個副總統，阮也有講話啊，吼，你講你也講無配合美國的行動，可能受到的損傷損害比即個總統更較大，吼，所以就是講美國應該過來有足濟，那共款，伊要有做準備啊，吼。就是講美國過去的軍事的行動，因為咱頭就有講到，吼，即個中國對台灣的即個斬首的行動嘛，吼。其實美國足濟軍事的行動都是失敗，吼。即個上好的66個外交官，即個伊朗。400幾日，吼這個派這個直升無多，無多救出來，這直升機有8個美國人來過身，1980年，這個索馬利亞，伊這個1993年克林頓，頭這是卡特啊，這擺是克林頓，阮啊同款，伊這索馬利亞莫加迪修。這個黑鷹直升機佮拍成電影，美國差不多幾年，差不多踢球真儕年呢，對，差不多18個人，以這軍事行動來過身，所以就是講軍事的行動，川普伊是阮也有運氣足好啊，會使講是運氣足好，就是講雖然講有足濟的部署無共，完全是無共款，風險嘛真懸啦，個這個情報阮也是做了足好吼，但是。即馬過來是較困難，較困難就是講即個委內瑞拉安那來轉型啦，吼川普就講就是講，伊要來代管即個委內瑞拉，來搞吼即個過程，就是轉型轉度，即個轉度吼，即個新的一個政府，所以伊若毋是講要去派軍隊去，完全攏就無共款啦，吼，所以就是講過來開始有影，軍事行動已經告一個段落，但是過來就是講安那來收尾啊。這說了要請教蘇老師哈，蘇老師根據你對 Venezuela 的這個社會觀察哈，伊即馬真濟社會階層攏集中20%至30%攏甲利益集團哦掛鈎，佫黑社會，佫經濟佫歹，這安尼這一半吼。都滿手攏爛旗啦！這美國人敢會家己手伸入來，還是講無咧生母？母甲你袂使，我才來一手才來掠起來。你認為未來的這可能性在哪裡？這應該是無啥可能啊！我講美國若是講你家己派一個跳落去舞，跳去我是感覺無啥可能啦吼。過來可能就是愛看選舉啦，吼，因為即馬是副總統嘛，吼，因應該是有咧討論吼，當時吼愛競選總統，吼，因為總統是2004年才選啊，但是即馬無總統啊，
所以可能愛來想看賣當時要改選。但是呢，照頭早老師講的，因為國會議員高城攏執政黨的啊，伊這看起來是白條啊，攏白啊死啊。是啊，所以愛看美國嘛吼，遮的人唔是講攏完全攏人嘛唔是塑膠。對，因嘛是會看方向啦。我是安尼講，美國嘛是會甲因國講嘛吼。甲伊小討，甲因討論啊，無可能講美國人吼完全攏無甲因講話吼，無甲因討論啦吼。但是老師講到對吼，Venezuela 畢竟毋是庫巴，嘛毋是恁兜的澳門啊，你何必安尼遮過意着？伊是咧過意啥物？就是親像呂妙講的嘛，可能就是即馬。這嘛是我咧想，攏想袂通的一個代誌，因為第一任川普的時陣吼，伊對拉丁美洲就是攏無行動，攏是咧攏罵人爾啦，吼，攏已經袂講因遮無水準啊，是講攏是惡道的，攏是毒品啊，但是攏完全攏無啥物行動即馬完全攏無共款啊，吼行動遮爾硬吼，遮爾緊吼可能就是。可能啦，吼，就是講即馬若看到講，中國遮個力量吼，其實是愈來愈嚴重吼，佇西半球吼，可能有足大的影響吼，可能是即個 timing 吼，看講來可能愛簡單講是全球戰略的改變。因為我看伊記者會，佮講到個 Greenland， 對，佮特別佮講到 Greenland， 吼，對北極。一直開始一連串，我來請教麗玲吼，整個拉丁美洲吼，我看真濟所在是中國移民足濟，真濟事業，唔那是拉丁美洲啦，非洲吼，即馬因的第一外語就是中文啦，就是因的普通話，你去遐也袂通哦，英語袂通，攏講普通話。美國對着中國的防制，除了亞太要獨立以來。對着拉丁美洲即賣情形是啥物？是，其實一寡數據吼，咱攏看會出來吼。咱閣大家一直咧講即個Venezuela吼，伊的即個石油的存量吼，咱講是17%吼，是世界第一啦吼，存量的部分。而且咧，咱嘛知影講中國，伊就是Venezuela吼上大的石油的客戶啦吼，所以。光是這點吼，也是講美國後擺吼，像川普講，像林老師講，伊要 running， 因為美國會當 running 吼，這個 Venezuela 的這個石油 industry 吼，安尼來講的話吼，真的也是吼，對中國來講，就像我看今麥嘛是足濟吼，後邊的媒體都已經有一個標題啊，就是講，這邊美國的這個行動，就是對中國的一個打擊，吼嘛是這個標題嘛是攏做清楚的吼，那所以呢。傳達蘇老師嘛有講到吼，今麥這個國際整個戰略已經在改變啦，吼啊，今麥來美國已經來出手了，吼啊，我是感覺講今麥情勢還是有點曖昧。達蘇老師甲這個朱啟麟攏有討論到這個副總統變總統，好，今麥這代理總統的這個女性的總統哈 Rorica 哈，我感覺伊的這個動向很值得咱未來來觀察啦，吼，因為我感覺吼，為頭一天開始吼，甲第二天、第三天我�拢有在注意吼，我感覺伊攏會變來變去，攏變來變去。頭一天吼就強烈譴責美國，講這是綁架吼，啊第二天吼，咱就看伊話講，安尼小可較軟啊吼，伊就講伊講有甲這個 Rubio 吼通過電話吼，會當講美國吼。彼此來合作安尼吼，啊第三天咱閣看伊宣誓吼就任總統的時陣吼，唔知是要做這個強硬派看是安怎，閣講吼就展現了又很這個強勢吼，對美國閣甲批評安尼吼，所以咱看伊的這個態度安尼變來變去，所以未來吼，這個副總統吼，這個Rorica吼，伊的這個到底伊的意願是真實的狀況是安怎，很值得觀察，因為咱知影這蘇老師一點嘛做清楚，就是他事實上是長期以來吼，這個。Maduro 的親信，對啊，所以伊即馬總理嘛愛做一個，做一個辦事哦，即係軍方看，是啊，而且真特別咱注意就是講軍方的這個動態，軍方即馬嘛是講吼，表面上暫時講要效忠吼，這個總統吼，啊，不過其實到底講實際上即馬轉變，這軍方吼，啊，還有即馬這個代理總統未來的動向甲轉變，甲美國的這個互動吼，啊，有啥物參詳的基礎？因為咱知影講這個女性的總統，伊其實嘛是
石油部的部長嘛，所以伊長期以來，伊是甲華爾街、甲美國的石油 industry 有真濟即個溝通的基礎。啊，所以美國川普即馬嘛是講，因為安尼，吼想講看會當，較老誒，嘿嘿，所以即馬，我感覺伊即馬未來扮演一個很重要的關鍵角色，是咱會當個繼續來觀察的。啊，新老師，頭拄仔李玲有講到，Venezuela 的軍方哦，伊軍方的實力是安怎？哦，講甲安尼足厲害，我看足濟伊的影片，講來啊，我遮有啥物哦，敢有真厲害？伊的軍隊差不多20萬啊，有人講18萬啦吼。啊，伊的軍隊佇南美洲內底應該是第1名還是第2名啊？遮強的原因就是講伊石油互中國啊，甲中國可能用買嘛，可能用交換的吼。為中國買着戰車，買着甲羅西亞買着蘇凱30吼。看即個飛行機敢足厲害的吼。啊，毋過迄個後勤是足重要。咱知影委內瑞拉嘛互制裁，啊制裁了後有足濟零附件吼，無法度得到。無法度得到伊的妥善率就較低。啊，第二個就是講，整合的問題。你有中國的武器、羅西亞武器，啊，你安怎系統整合？尤其是資料鏈或即系統要安怎整合？你若無整合啊，就是講你即個部隊用即個武器，啊，你即個部隊用即個武器，那你無法度整合哦，你就無法度足緊來反映講，若有人甲你攻擊，啊，你安怎要整合啊？請求支援。嘿，咱為即個行動就會使看會出來吼，可能因的飛彈都還未發射，早就互炸了了吼。伊的羅西亞的3毛舉的防空飛彈，擱羅西亞 S-300系統，看起來即個攏無發揮啥物作用吼。啊，拄啊問着講是安怎？即川普對委內瑞拉愛掠伊的總統啊，我是感覺愛為川普伊家己的戰略來看吼，伊是美國再度偉大，所以伊關心的是美國的問題。啊，美國的問題除了經濟以外，毒品是上大的問題。啊，毒品就是芬太尼嘛吼。啊，第二個就是為南美洲來遮毒品，所以哥倫比亞是安怎講？川普嘛可能會對，因為有些 cocaine 也嘛為哥倫比亞入來，啊，即那委內瑞拉了後，可能是哥倫比亞，啊，毋過即馬伊朗吼，因為足儕人咧抗議吼，嘛有可能是後一個目標是伊朗，啊，若無就是哥倫比亞。是啊，林老師吼，自川普上任就開始對巴拿馬運河開始來有意見，吼，啊派兵來佔領，這塊係針對中國啊。Venezuela 嘛有人講，這是針對中國啊。但整個戰略來看，伊個頂頭擱佇 Greenland，刷來拉丁美洲，伊要甲中國的勢力、甲羅西亞的勢力擱擺脫佇外口嗎？是這個想法嗎？還是講無？啊，擱有其他的？這個國務卿Rubio，伊最近有講到，伊講恁來去讀這個去年12月初5美國國家的戰略，吼。國家安全的戰略，或者沈老師講到，西半球是排名第一。好，去年的這個國家安全戰略對着台灣，會再講是有史以來最詳細，就是講安那來保護台灣。好，有幾個幾個途徑啦，幾個途徑。所以就是講，這個川普啊。以即屆即個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伊對這西半球來講，無有一個國家有法度以這個西半球要做老大，只有美國是老大。好，美國要在這邊是一個頭先講門羅主義，好，來講另化其他國家，尤其是中國。雖然講是國家安全戰略，完全都無講到指名道姓啊，講到中國是一個威脅啊，但是。足濟的描述，都是甲這個中國有關係，包括這個港口、巴拿馬運河，吼啊，以這個西半球啊所做的一寡代誌，吼，這個都違反着美國的國家的利益，所以過來就是講，對這個中國來講，吼，這個西半球是介重要，吼，伊有足濟唔驚這個古巴、委內瑞拉、中國的情報人員。還是講監聽一個基地，吼，這個東西還是個巴拿馬運河啊，伊的這個管理權，這個東西甲美國甲這個川普
伊的想法是完全無共款，即個都完全愛抵制。所以看起來伊要做工課啊，足濟吼，但是主要是上尾1分鐘啊，你簡單甲人講，拉丁美洲吼，過去咱的印象就是足反美國的。是。即擺目前伊建立一個基地上無 Argentina，看起來即個總統是真歡迎伊，吼，兩個敢若跋馬子。拉丁美洲敢有可能在1950年誒古巴中國的即個革命輸出了後，再次反變過來啊，支持美國這麼簡單？無遐簡單，係因為因若是我的觀察吼，反美吼其實是一種生活，係無就是一個預設啦吼，一個 default 吼，因為因過去咱50-60檔吼已經無法度通忍受吼美國的這個干預啦吼，即馬就是即馬看起來中國吼可能已經無啥物力量啊吼，無有一個轉變安尼，所以過來。